大家平安。今天9月5日，我们要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。让我们在当中参与在所有敬拜的过程里面，也去经历上帝的恩典。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再次的跟上帝说，我们的神是要赐予我们，是要祝福我们，来向着我们的上帝来敬拜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上帝，我们的神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足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
谢你恩典，你带领我们，就在我们当中陪伴着我们。我们的神时时与我们同在，你没有离开我们，你没有离弃我们。然而主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常离开你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常常做自己的选择。但主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，愿意有这段时间来到你面前，放下许多我们好像该做的事情。但是当我们带到你面前，也愿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生命满有主你恩典与慈爱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与你同在的时刻，经历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刻，经历你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要将这许多事情都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继续的带领，继续的赐福与保守。主，我们再次将今天每一位参与在当中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手中，愿我们的敬拜是你所喜悦的，愿我们的敬拜当中能够更多的领受你的话语、你的恩典。献上我们的祷告、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今天9月5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3章第15节到第32节。尼希米记第3章第15节到第3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各核心的儿子管理米斯巴区的沙伦重建了全门，也造了进口处的通道。他把门扇安置好，又装上门栓和插销。他也在希罗亚池那里修造了那段紧接着王宫花园的城墙，一直到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。亚卜的儿子管理半个伯朔区的尼希米修造了在下一段，直到大卫的墓地、池子和军营。以下这些利未人帮助重建接着的几段城墙。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了在下一段，管理半个基伊拉区的哈沙比亚为他所管辖的区域修造了在下一段。希拿达的儿子管理另一半基伊拉区的巴瓦伊修造了在下一段。耶稣亚的儿子管理米斯巴的以谢修造了在下一段。在军械库的前面，直到城墙转弯的地方，撒拜的儿子巴路修造了在下一段，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实住宅的门口。哈戈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了在下一段，直到以利亚实住宅的尽头。以下这些祭司协助重建接着的几段城墙。住在耶路撒冷四周的祭司修造了在下一段。便雅悯和哈述修造了在下一段。就在他们房子的前面，亚拿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修造了在下一段，就在他房子的前面。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了在下一段。从亚撒利亚的房子到城墙转角，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了在下一段。从城墙转角和靠近护卫院那座上层宫殿的城楼那地方开始修造。巴路的儿子比拉雅修造了在下一段，直到靠近水门东边的一处和守卫圣殿的城楼那里，这就是靠近俄斐勒城圣殿工人住的地方。提格亚城的人修造了在下一段，这是他们修造的第二段，从守卫圣殿的大城楼对面一处开始，直到靠近俄斐勒那段城墙。
有些祭司修造了在下一段，从马门向北修造，每个祭司在他们自己的房子前面修造。英麦的儿子撒都修造了在下一段，就在他房子的前面。释迦尼的儿子看守东门的示玛雅修造了在下一段。示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撒拉的第6个儿子哈嫩修造了在下一段，这是他们修造的第2段。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修造了在下一段，就在他房子的前面。银匠马基亚修造了在下一段，直到圣殿工人和商人用的屋子那里。这房子在通往圣殿的哈米佛甲门旁边，靠近城墙东北角顶上的房间。银匠和商人们修造了最后一段，从城墙转角上的房间直到阳门。我们接经文在尼希米记第3章第15节到第32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当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读一些经文，都会觉得哇，好烦哦。在当中都会觉得，为什么要写这么多？为什么要写这些？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在？确实，当我们在读很多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疑惑在，就觉得把它看过去就好了。在当中，从这里面要去灵修什么？要去领受什么呢？然后这当中，其实，在以前还蛮喜欢一幅画。其实那幅画在画的内容，我们常把它说是《路德记》里面的记载10岁。然后这当中也让我们去想，在经文里面，我们何尝不是在10岁呢？在捡拾那掉落在地上的那些麦穗，大把大把的被拿走了，而那些我们好像觉得不重要，但那些或许是对以色列人是重要的，因为他们需要回头去看过去的历史，过去的那一切，他们要去看见他们圣城重复在重建的过程当中。但我相信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会觉得哇，这是一个记载而已，看过就过去了。但这当中也让我们去想到10岁的时候，你要捡拾的是什么？你要捡的是玛拿吗？是那些麦穗吗？当你吃到玛拿的时候，会不会跟以色列人一样，就觉得没有味道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拿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觉得没有味道，就觉得吃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腻了。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在吃米饭的时候，很多人也觉得米饭无味，所以要添加许多的东西。然后当我们看到日本人他们吃米饭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哇，很有味道。旧的米跟新的米是不一样味道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其实他们很珍惜有米，所以他们可以把米做出很多。他们从旧的米，从新的米，他们每次很多时候节目看到他们吃到新米的时候，那种开心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觉得习以为常。所以在经文里面去看到很多那种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在这许多习以为常当中，我们会觉得它是对的，但是许多习以为常真的是对的吗？就应该是如此吗？所以当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可以很多思想，这些习以为常就该这样子吗？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也很多这样习以为常的事情，我们也觉得这样是对的吗？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整这么久的时间，他们看到那些坍塌的、毁坏的城墙，他们也觉得习以为常，从以前就是这样子。对他们来讲，可能就觉得从以前就是这样子。然而跟他们说，那你们要不要去把它整修起来？很多人也会接着说，我们无能为力。所以我们常常在习以为常与无能为力当中，双手一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生命就只是如此吗？我们的生命就只是如此吗？当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，这3章看下来，应该会有感觉。当尼希米来的时候，做了很多的改变，他做了许多的预备，他也做了许多的改变。他看完之后，登高一呼，跟大家说：我们需要改变，我们需要改变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圣殿、我们的圣城把它修复回来，而且这是上帝给我的使命。他也分享了过去的时刻，上帝就在当中带给他的许多的恩典。上帝怎么对他说话，上帝怎么带领他，而且也让他在王宫里面所经历的这一些，这就是他的见证。他把它分享出来之后，不是只有讲这些，很多人都很喜欢讲那些很信仰语言的话语，在教会在怎么样讲了很多见证之类的，讲了很多的信仰语言，但是在当中真的要做的时候，
台语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完全没有一个做法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，他把这些分段，而且去分析了谁坐在哪边，你就去做你的前面的，就把这样的风气带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整个动起来了。当他把分工，你们去做那些，剩下这些你们来去做你的前面，甚至我们看到第3章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的祭司跟利未人都参与在这里面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大家都参与在当中。祭司跟利未人不是在旁边看而已，你们去做。祭司和利未人也参与进来，以色列人也参与进来，大家都参与在当中，不是只有谁做，而是我们一起做。因此，在这许多事情里面就是这样很重要，我们一起做。因此，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经文的时候，不是只在看到他们把门来建起来了。这样很强，这样门弄起来，哇，很好棒，拍拍手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不容易。其实城墙他们用的石头是很大的石头，他们怎样把石头摆上去，把它叠上来，然后把它弄得比较稳固。有可能在开始做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我搬不上去，可能会觉得失败等等的，但是在当中其实是不容易的过程。然而，他们愿意付上代价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付上代价？许多事情都是需要付上代价。你要让你的生命成长，是需要付上代价；你要让这个城墙把它建造起来，是需要付上代价；你要把这个城墙盖起来，要付上代价。在做许多事情都需要付上代价，而不是说我就这样把它做一做而已。当你不愿意付上代价，就跟他们过去的生活一样，看到那些，其实很多时候看到那城墙，可能有些人会哭，有些人会难过，有些人会批评等等。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付上代价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这许多人在当中所摆上的。沙伦重建了全门，造了通道，把门扇安置好，装上门栓，插销。他不止做这个，也在希罗亚池那边建造了那些的城墙，所以他造了门、城墙、通道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开始也记载这些沙伦他重建的全门，他建的门。建了通道，也建了城墙。另外，这个尼希米他也建造了下一段的城墙，直到大卫的墓地、池子和军营。所以，当一个地方没有城墙的时候，人就很容易进来。就像你住的地方没有窗户、没有门，人就很容易进来。但当你把你的房子建造起来了，把你的墙、把你的窗户的都弄起来，至少有外围的第一道防护。人家说小偷进来，其实他有他的方式，但至少你防了第一层。所以当中很重要的这样的城墙、这样的门是有这样重要性。接着他这边也记载说，这些利未人紧接着建造了几段的城墙，利宏、哈萨比亚为他们的下训，在当中也修造了下一段。我们看到利未人他们也参与在当中，而这个巴瓦伊也是一样，对他们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这样分配很简单，就在你面前的，你所管理的，你把它弄好。你管理的这个区块有多大，你就把这一块的城墙把它建起来，把这个门把它建起来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样分配非常的好哎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谁家的门口我们至少门前雪而已，那我去帮助他，为什么他不做？这边回来在讲的就是你所管理的、你所居住的这一块，就是你们来处理的。这当中你要管理这么多，
你要有这么多的好处，那你就要付上这么多的责任与代价。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我们人某个程度也是自私的，而在当中，他也用人的自私的层面来看，你就去修造你眼前看得到这些。许多时候我们生命也是一样，从你眼前可以改变的来改变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改变什么很困难，就像曾经有一个人，可能在他的书里面讲过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觉得他可以改变世界，等他渐渐年纪大了，他觉得无法改变世界，至少改变我们国家。慢慢的他退下来，他觉得做不了，那就改变我们的城市，改变我们的区域，改变我们的社区，改变我们的家。当他某个年纪的时候，他发现都做不了，那他就改变自己。然而他也经历到，从改变自己开始，可以改变他的家庭，可以改变他的社区，可以改变这整个区块，甚至影响了更多的人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也就是如此，从你身边一切你摸得到、你看得到，你去做。当你在修造你眼前这些城墙的时候，你每天看得到，你就会去想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做。你可以看到那些材料，你晚上无聊也可以去摸一下，你就想怎么样去做这些。也就是这样子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参与在这些里面。因为讲到说以谢又修造下一段，在军械库前面，直到城墙转弯的地方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一段一段的被修筑起来。撒拜的儿子巴路也修造那一段，直到他修造那一段，一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斯的住宅前面，而下一个人又修筑到以利亚斯住宅的尽头。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3章这边就拼凑了一圈，从东北角，昨天经文从东北角一直到南边。今天经文继续往东边走，往东一直上，会一直到东北角，将一圈的城墙用了52天把它修造起来。所以前面讲到了有利未人，这边讲到了有祭司协助了重建的几段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些，也就是耶路撒冷城住在耶路撒冷城4周的祭司修造了在下一段。所以当中这边一直提到说，就在他房子的前面，他们修造了下一段，这一段就在他们房子的前面。所以就在他们房子前面，一直到城墙的转角，这样一直做。所以当中有没有比较轻松一点？当你做完，你就可以回来休息，你可以回来吃饭等等的，不是一整天都在外面，而是你需要的时候，你可以回来休息。你们家的人也可以帮助你送饭给你。所以他说，也就是你眼前的这些东西，你可以做得到的。一开始我们觉得我无能为力，但在做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这是力所能及的范围。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就参与当中，就尽量做。在我们的服事里面，何尝不是如此？在我们可以触及得到的，我们努力的去做。有些人所做的事，这是我的专业能力，我可以参与当中。有些人觉得我要陪伴我的孩子的年龄到哪里，我的关注点就在那边，那我要参与在这里面。所以从你的专业能力，从你的能力，从你的负担，从你关注的点去下手。所以在当中你看到我们在建构整个教会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我们也需要从这当中去看到我们的负担在哪里，我们可以参与在哪个地方。许多时候我们都看到这教会有很多事情要做的，常常我们会觉得我无能为力，我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这个不会，那个不会，这个也不想做，那个也不想做。其实那个过程当中，我相信也很像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看到这城墙毁坏了，其实有可能会难过，有可能许多的抱怨，就觉得为什么王不帮我们修建？为什么当中这些有能力的人不参与在当中？
哇，这些有钱人为什么不出一点钱，找一些人来施工？其实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埋怨、抱怨在当中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我们愿不愿意参与在这里面？当大家一起做的时候，所以像我们去年也是一样，牧师也刻意把我们的一些东西贴出来，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参与在这里面。其实当大家一起做的时候，并不是要用那种群众的压力，而是让我们看到大家一起走。那我不是孤单的，我也参与当中。大家愿意一起来建构这个城市、这个教会、这个信仰，那我也愿意参与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陪伴。当牧师每天在分享这样的信息，做这样的 QT 的分享，或者是在读经当中把它录影放在影片，放在网络上，这些都不是在表明说牧师有多厉害，而是在当中愿意陪伴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读经，不管是 QT 或者是1年的圣经速读，期待的是这样陪伴大家一起走，我们一起来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尼希米，他也不是这样丢给你们，他就不管了。我相信他这样去分配之后，大家一起去做的时候，他也在当中陪着他们。所以他可能也上面分配资源，让大家能够去修建这一些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这许多人就开始这样参与进来，而这样参与进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就这样被修筑起来了。这边也讲到说，比大雅修造了下一段，直到靠近水门东边一处，和守卫圣殿城楼那里。所以就这样一段一段的被修建了。接着提哥亚城的人修造了再下一段。有没有看到这边又讲了一句，这是他们修造的第2段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是说我只要做一段就好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就觉得，我就参与当中，我只做这一段，我做完就不做了。我已经这样已经做很多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都会觉得啊，我责任已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但是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了，这边开始提到提哥亚城的人修造了再下一段。他们也可以说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做完了，我责任结束了，我可以走了。但这边讲到说，他们修造了第2段。不是只有在这边做完我就走了，所以这边讲到提哥亚城的人修造了再下一段，这是他们第2段。这边讲到说有些先知修造了再下一段，所以从马门向北修造，每个祭司在他们自己的房子前面修造，所以他们又参与了第2段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我们是可以这样参与的，不是只是觉得，我做完了，接下来不关我的事了，而是我们可以在当中真的参与在这里面，好好的把每一段参与的当中，把上帝交给人们的事情，把它做起来。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挑战。你愿意吗？当上帝将这样的使命交给大家的时候，你愿意怎么参与？有些人是逃，有些人是觉得我的责任已了，我做完就好了。有些人觉得我能力还有，我可以多做一点，我可以多做一点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势必是我们是愿意，你愿意怎么样的参与？我们看到在当中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也让我们去思想，你可以参与在哪些？
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并不是说啊我做完就没了，所以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有些祭司修造了下一段，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愿意这样参与，继续的修造，继续的修造。这边讲到说，以麦的儿子撒都修到下一段，就在他前面。所以当中也一直在提，我们看到好像一直在提这些，这边也有讲到了哈拿尼亚和撒拉的第6个儿子，他们修造了在下一段，这是他们修造的第2段。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参与进来，愿意参与进来。这边一直也记载，接着已经来到了东北角，然后他们修造了最后一段，直到阳门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第3章里面所讲的，说他们这样绕了一圈，他们这样从阳门开始，然后绕了一圈，把这样的圣殿圣城的城墙和门许多地方都修建起来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就像前面在讲，像10岁一样，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听到了什么？在当中，你只觉得他们一直修造，然后就这样结束了，然后就盖起来没有了吗？在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拣选的尼希米，让他在当中有这样的想法，并不是看到这困难大家就解散，而是看到这样问题的时候，他去了解问题，他去找出建设性的处理方式，然后把它分段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在当中，让许多人来参与在圣殿的建造的过程，参与在耶路撒冷城这城墙的建造的过程，让大家都有机会参与，而且也能够去参与当中，去有些人参与在你眼前、你家门前的这一些，不用跑太远。而我们看到有些人，他们确实也愿意多做一些，多做一些。所以有些人只是我有做就好，有些人是可以多做一些。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大家一起参与在这里面，最后耶路撒冷城的城墙被修造起来，被修建了起来。哇，这样不是很棒吗？而这个过程当中，也看到这许多的家族，这许多不同身份的人，从大祭司开始，大家一起来做。所以从这当中，大家愿意付上代价，不是一直在抱怨，不是一直在埋怨，不是一直觉得哇好可惜，而是真的愿意来摆上。当这样愿意摆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事情就这样成了。这也是另外一种的神迹，因着我们参与，这也成了另外一种的神迹。可是事情摆在那边，要等大家谁来处理，谁来处理，而是真实的在当中，上帝让那事情成了。神迹并不需要，好像一个魔术这样子。神迹需要的是，我们愿意参与在当中，我们愿意降服在这里面。所以，即使再多的神迹，你不愿意相信，你不愿意降服，你不愿意参与，这些神迹也没有太大的作用。然而，当我们真的愿意参与在这里面，这样的神迹大大的祝福在这当中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这当中，他们这样参与进来，开始改变了。从这个城墙的建造，我相信他们改变了。所以不再是看到那些习以为常而已。其实许多时候，我们也不该让我们的生活只是习以为常，一直习惯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而是我们应该去看什么样是对的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许多时候我们在这样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都觉得啊，就是这样吧，就是这样子。就像我们也常常习惯，台湾人是迟到的。就像以前在去吃板德的时候，去实验的时候，明明写6点，
但是真的开桌的时候，有可能是7点、7点半、8点。而我们呢，来到教会也是一样，曾经有一群人，他们8点要开始，但他们要跟大家传的讯息是说我们7点开始，因为知道大家都会迟到1个小时。但是我们要顺应这些吗？我们要习惯是这样吗？所以会不会越拉越长？跟大家说5点开始，结果是7点，原本是6点变成7点。所以当中到后来，很多人也无法去相信这一些，所以我们都觉得习以为常啊，反正就是要晚到啊，反正就是要晚到啊。我们到了那边，到后来变成去惩罚那些准时的人，所以看到我们好像都在惩罚那些做对的人。准时的人准时6点到，却是要等到7点半、8点。而上学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准时的人常常是被老师骂的，因为老师看到很多人迟到，然后就会念，但念了之后听到的人都是那些准时的人。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，我们也常是这样子。所以当中，牧师也期待说，我们把一些东西调回来。当我们礼拜的时候，9点礼拜，我们就9点就开始。当然，我们前面要有一段预备时间，8点半就要开始，已经预备要参加礼拜，所以我们从祷告开始一起来祷告，祷告之后按静心，我们9点准时开始。当我们每天的给上帝空间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期待我们就是9点整就开始我们的聚会。因此，当我们都这样做，来的人不管来几个，我们就开始。在礼拜当中也是一样，不管来几个，我们就准时开始。在我们各样的聚会里面也是一样，不管来几个，我们就准时开始。那些迟到的人，或许他们真的有什么样的原因，但是也在当中去看到那些迟到的人，他们浪费了他们这些能够跟上帝亲近的时间。或许他们来的时候是在最后的祷告，所以在当中我们是需要去调整我们的生命，是需要去这样调整，而这样调整是需要付上代价的。就像尼希米一样，当他来到这当中的时候，他也付上代价，他放弃了在书山那边的荣华富贵。虽然他是要服侍王，但是也因着他这样服侍王，其实他的位阶也不低。或许他位阶到某个程度，但是会因着他亲近，他离王这么近，大家某个程度会畏惧他。如果他在那当中要做什么，其实也都不难，但他却离开那边，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做这样的事情。而在这当中，他把这城墙重新建造起来。在这过程当中，也会遇到许多的困难，许多的挑战。在这当中，看到尼希米的这些做法，也让我想到，这不也像是耶稣吗？他舍弃了是这个上帝的身份，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面对这许多的苦难，甚至被钉在石架上，被吐口水，被羞辱，最后死在石架上。他所经历的这许多事情，他可以选择不要啊，但他决定顺服上帝的心意，来到这当中。
尼希米也可以选择不要啊，但他选择顺服上帝。当有这样的感动临到他的时候，他来到上帝面前祷告，他顺服在上帝面前，来到耶路撒冷。上帝开启他的眼睛，让他去看见这个城市的问题。他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来，也在当中分享上帝的心意，一起来把圣殿、把圣城建造起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吗？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教会有许多问题的时候，你是习以为常，你不觉得问题的吗？会不会你也是参与当中，成为那制造问题的人，或者是觉得我们反正以前都是这样子嘛，不需要改变，这样就很好了，我们这样就很好了。我知道很多的人都觉得这样就好了。你要改变什么？你要做什么样的处理？所以，当我们要做许多改变的时候，我们邀请大家的时候，甚至要求大家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我不需要，我就这样就好了。反正牧师你要做，你去做就好，你继续做，不关我们的事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不关我们的事。但是当真的出事的时候，才开始说牧师你没教，牧师你没讲，牧师你不关心我们，牧师你不。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就开始出现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很可惜，都会看到谁离开了，孩子离开了等等。但是回来看，当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孩子的时候，从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，然后影响我们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却是不愿意付上代价。而当许多事情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觉得为什么这样子？当城墙被毁坏了，住在里面的人，或许有些人攻击进来，或许有很多的野兽进来，他们会觉得无能为力，我们守不住。但是说，如果把城墙建造起来了，防御整个起来了，就不用担心那些，只要在傍晚把门关起来、锁起来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修建城墙的时候，修建这些门的时候，要再加上门栓和插销。也就是当晚上的时候，他们把门关起来，不是随意能够打开的，这样能够守护他们自己的自身的安全。让我们有点时间来思想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话语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愿意怎么样来付上代价？不要让我们只是习以为常，觉得这样就好了，觉得这样是对的，而是在当中，当上帝的感动临到你，或者是临到我们当中的某个人，临到牧师的时候，我们分享出来，我们愿不愿意一起这样做，一起付上代价？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看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问题，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思想到我们自己的问题，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回到你面前，领受你的心意。在这许多的问题当中，也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有主你的同在。我们生命太多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已经习惯，我们不觉得它是问题，甚至我们会享受在这些状况里面。亲爱的主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去经历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更多的经历主你的同在，也让我们去经历这许多的改变与修剪。或许在每一次的调整都很难受，但是主让我们去做这些必要的，所以让我能够知道我自己该做怎么样的调整，也让我知道当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去陪伴他，甚至该怎么样开口说出他的问题。虽然我们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但是真的要有智慧去说这些话。求主你让我有这样的智慧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经文、今天的领受、今天的聚会，都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姐妹，愿我们每天都有段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丢地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